头起先来关心的，就是这个梵蒂冈的新教宗良14世就职大典，是今仔日下晡4点来开始。全球有150多个国家甲地区派代表来参加，最后是由3个次基主教甲2项代表教宗职责的油门麻巾，也阁有渔夫的手指交予新的教宗，也来宣告任期正式开始。 在着钟声响起，新任天主教教宗良14世骑伫个白色座车，伫个圣道的欢呼声内底抵达梵蒂冈圣母多禄广场，就入弥撒大典的现场，用车辆伫个无共的区域驶来驶去，向现场的民众致意。 这个新教宗就职仪式有参与来的，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、国务卿卢比欧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、西班牙国王王休这些贵宾，拢总150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出席。接近台湾时间18下晡4点，司基主教甲其他参与仪式的主教进入波多禄圣殿，去波多禄蒙前祈祷。新教宗良14世伫信仰团的歌声内底，嘛进入圣殿。 良14世伫波多禄的墓前鞠躬献香加祈祷，2名祭司捧着羊毛麻棍加渔夫咒子，互营士向圣殿外口行。新任教宗嘛对伫上尾后行入美广场的顶下内底，演唱赞美诗了后，向群众压圣水。 所来伫圣经演唱仪式了后，伫众人的眼光之下，为无共大酒来的3名司基主教，甲2项代表教宗职责的重要标志，羊毛麻巾甲渔夫咒子，交予新教宗良14世，嘛宣告新教宗的任期正式开始。了新教宗嘛对群众发表讲道，为教宗的任期定定基调。公视新闻台视同朋友。